今集積金好僱主顧好你將來，揾嚟餐飲業界嘅積金好僱主代表，由食物去到前線同事，都不時成為城中熱話。冇錯啦，就係譚仔國際有限公司，睇下佢哋用啲乜嘢嚟留住一班譚仔姐姐。韓小姐你好，咁我知道咧，飲食業嘅流動率一向都係比較高㗎，到底你哋用咗啲咩去留住一班譚仔姐姐嘅芳心呢？咁我哋前線嘅同事咧，大多都係嚟自內地嘅。咁佢哋離鄉別井嚟到香港打拼啦。我哋希望佢哋可以當踏入去鋪頭嗰一剎那咧，唔單止係開始一天嘅工作，而係返到一個充滿溫度嘅家。我哋會安排同事一齊圍埋食晚飯啦。佢哋會有講有笑，分享佢哋嘅家鄉菜。公司亦都會定期咧俾錢加餸，加強同事嘅歸屬感嘅。我仲記得咧，好似過時過節嘅時候，你哋都會全線係收早啲嘅喎。係啊，冇錯啊，因為譚仔覺得一家團聚係好緊要㗎，所以我哋每逢中秋、團年、做冬嘅時候，我哋全線鋪頭咧都會係收4點鐘，等同事可以早啲翻屋企同屋企人共度佳節。真係齋諗都覺得好 warm 啊！仲有冇啲咩福利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？我哋每年咧都會資助一啲合資格嘅同事嘅仔女去升讀本地嘅大學㗎。咁資助額咧係最高嘅學費嘅80%，同埋咧我哋都會安排佢哋嘅仔女咧去鋪頭實習啦，等佢體驗下父母工作嘅辛勞。咁希望可以促進親子關係啦。咁亦都唔少姐姐都讚我哋 Game Changer 成就未來呢個計劃咧，都會安排咗我哋嘅管理層做佢哋仔女嘅人生導師啦，又會帶佢哋做義工喎，咁係兼顧到佢全人嘅發展嘅。好犀利啊！仲有冇啲乜嘢心得咧，係可以令到你哋集團攞到積金好僱主5年嘅呢個榮譽啊？咁譚仔一直咧都準時出糧啦，同埋準時供強積金，都會為特定職級嘅同事咧去提供自願性供款㗎。咁確保每個同事嘅權益啦，同埋兌現公司對大家嘅承諾。原來係咁，唔知仲有冇其他心得呢？同時咧，公司咧亦都保持財政嘅穩健啦，積極發展我哋嘅業務，等員工可以放心工作，專注發揮自己嘅所長。喺譚仔，我哋負嘅責任唔止淨係對顧客，仲肩負起對員工、對家庭、對未來嘅承諾。原來譚仔對員工咁有心㗎，下次去譚仔食嘢嘅時候，除咗麻辣味之外，試真啲係咪有人情味喺入面呢？我祝願每位譚仔姐姐將來都能夠享受到安穩嘅退休生活。而家我哋就好好規劃，為將來做好準備啦。